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一个就会外的囡仔，和林母扩大死亡，负责访视的社工已经予警察扣手铐，初步把这手铐扯起来，已经把这带队的警察队长记惩戒。高雄林园的果子篮内面呢，有民众发现到查某婴儿尸体，撇伫遐应该无够一天，警方也成立专案小组，当咧追查。结果河北一间卖鸡肉钱的店家，今早起发现家属爆炸，4层楼的厝拢放落来，上无有一个人死亡，22人受伤。台北市一岁囡仔或者灵母苦毒死亡的案件，负责访视的自动福利联盟社工，结合警察扣手铐，异常不检，引起超过50个民间团体不满，认为讲这扣手铐无符合正当性和比例原则。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英兴是亲身说明，强调这社工是依法扣手铐，只是讲这手铐走出来互看，甲这带队的警察队长记刑改处分。昨天呢，其实很多人都失眠了，像我昨天失眠到4点，然后6点半就要起床，来上班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恐惧。李福联盟社工奉上口以上的画片，互基层社工看甲真惊吓。有社工以社工集体创伤日来形容。北市社工工会表示，刑事诉讼法有避免公然暴露其概括等规定，也毋过检警调工互社工露出无符合正当性甲比例原则。警调单位却故意把他的刑具露出来了，是不是就是检方为了要取悦社会大众而做了这场表演？警方将社工上铐佮移送北京的做法，引起超过50个民团的不满。联合声明，即期检警做法恐惊违反警察无公开作业办法、刑事诉讼法甲执行躯体逮捕解散使用概括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当侵害人民权利甲尊严。这个部分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这种状况，我们就最担心的就是它妨碍到后面的侦查，或者是对于被告有一个过度污名化的状况，那对于将来的审判也不公平。护民团即期违反警察无公开北京说明，拢严守警察无公开作业办法相关规定。检察官团环调查声也被告等代志，拢无对外公布，也无媒体报道。3月11日，经过无明代亚出，引起媒体高度关注。那报道来的相片甲对话记录拢毋是由北检人员提供，另外警方躯体的司机甲监视使用概括是由警方看现场状况来定。虽然上铐是依法，这个具体是可以来做一个来执行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是带队的干部要审酌整个案件的一个情节，这句是有做暴露，对于当事人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是有一些疏失。北市警察局长张英兴讲明，有区票上铐无问题，也毋过文山市分局带队的警察队长，互概区暴露对当事人影响真大，无符合比例原则，刑改处分。另外，媒体问到敢会打击基层士气，张英兴无正面回应，只个强调带队干部爱看案件的情节，这个案例欠周全，会加做案例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针对这个一岁囡仔防虐待死亡的案件进行专案会议，今仔日发公文要求儿童福利联盟暂停收养出养囡仔的新个案，已经出养的案例要由地方政府加强访视。另外呢，也针对着地方政府做出6点的建议，未来囡仔若有出养的需求，要由地方政府介入，袂当全部交予社福机构。若3岁以下有严格领保资格，访视频率也有退场机制。就会查甫囡仔在等待出养期间，疑似灵母虐待死亡，知情人士听先证实，原本是阿妈咧饲，毋过经济条件无好，只好出养。因为阿妈她实在没有经济能力可以再负担这个小孩，所以她早早就有想要这么做。台湾每年平均有2200个以上的儿少需要安置，毋过出养服务为者含够裁定，流程要经过年半时间，要搁甲囡仔原生家庭继续联络袂到，出养定数就无法度继续，就算原生家庭意愿，台湾只有1500个的家养家庭，实在无够。我觉得当记家不能单打独斗，全家人都要有那个向心力。在一个难关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一小孩，你会想说，哦，我们这个难关也不算什么。
民间团体观察发现，收养家庭无够，将近6成收养家庭照顾者年岁拢超过50岁。少年家庭有意愿较少，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提出质疑。台北市社会局则规定要安排访视员，访视对象是灵宝。11月1日，灵宝佫打电话互访视员表示有人确诊，先莫来。访视员无去，所以就出代志。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维君表示，这摆事件中央地方对儿少保护拢无够积极。儿虐零容忍，但是只沦为口号。儿虐的事情它是跨部会的，我希望从行政院中央这里能够成立一个跟儿少相关的一个专有的办公室。卫福部14日开专案会议有6点结论，建议未来有出养必要，并将评估为合暂时安置甲收养了后访视工作，全部交予民间团体执行。出养也并只评估家庭经济因素，超过3岁以下应该较严格规范领保资格条件。访视频率也建立无设人退场机制，另外结合有利专职医师共同把关。这摆事件也暂停离福联名新收出养个案。发文给儿童福利联盟，我们会要求他要暂停新收出养儿童。那已经还在做媒合程序的县市政府，也要跟这样一个收出养的媒合机构，特别是儿福联盟这边要通力合作，一定要来加强访视。目前全国8个民间团体做收出养媒合机构，卫福部强调未来对各项地方政府公权力应该更加积极介入，加强访视，确保囡仔能得到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苏丹红事件，တင်站的负责人姓李大雄等人找到交保，昨昏有一段时間失踪，防区提告案。不過法院認為講掠人的程序有問題，裁定當庭釋放。檢方提出控告，今早去開庭審理。法官認為伊罪嫌重大，有逃亡的可能，裁定收押禁見。拜三透早，巧妙避开酒店高雄第2門口媒體勝利大商伫律師陪伴之下等開庭，因為高雄地檢署第12針對伊在內3人攏交保的代志提出控告。高雄高分院發回電議經行裁定，早起10點開庭，2點鐘的審理，法官認為勝利大商罪嫌重大，有逃亡記錄，而且還有其他人甲證據要去調查，裁定收押禁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之虞。且本案尚有其他人员及相关证据待查，理性被告有勾串、湮灭证据的可能性，故有羁押之原因。委任律師對這結果表示遺憾，勝利大商也請律師來向社會大眾說明，首先強調家己無逃亡的企圖，也認為驗出蘇丹紅的產品含廉價微量，無清楚安怎去目掉，公司也無添加費，懷疑裁定收押禁見的結果已不合，會提控告。至少我们要说明的说，他昨天确实没有失联，已经把那什么，他昨天的电话记录都提供给法官了啊。但是法官还是认为有创意自由，我们加以尊重啊。羁押的部分会抗告吗？他当庭就表示要抗告了。胜利大商摆字因为大部定数无合法，当庭释放。受访时强调，只有一通电话无接到，后人弃步逃走。也有消息指出，高雄市卫生局总共敲回在内3人13通电话，有7通无接到，才通报失联。不过卫生局表示，这案件关系人真复杂，为避免妨碍司法侦办进度，无任何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对今日宣布，对即马开始加强边境管理，若是验出苏丹色素产品的制造商，拢要改禁止进口。这国民党团今日是开记者会批评，讲食品安全是全部破功，卫福部长施瑞元加食药署长吴秀梅就要落台负责。办抵押无这苏丹红辣椒粉的代志愈闹愈大，除了辣椒粉、沙茶酱之外，其他亲像是社卫生这款细手啊也受影响。甚至连陆军的后勤指挥部副食供应中心也流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第13开记者会，批评食安5权已经破功，并且再一次点名卫福部长施瑞元加食药署长吴秀梅就要下台。薛瑞元是不是跟待退老兵的心态一样，只要数馒头混日子？食药署署长，我们在礼拜1的记者会已经正式要求，应该要负起政治责任。为了补救，食药署宣布将会跨部会合作，以后若是有负责人登记地址共款的公司，经济部会甲清单交予卫福部加强查缉。
同时还加强立管有食安疑虑的化学物质，并且无限期禁止有验出苏丹红色素产品的境外制造商或者是出口商的输入。含有添加苏丹色素的产品，这些辣椒粉会无限期的禁止这些境外的制造厂或出口商的输入。吴秀梅强调，自3月7日开始，无论是边境输入食品，或者是后市场，若被查到违反食安法、有毒或者是含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伪造掺假或者是假冒的代志，会立即停止伊输入查验的申请，甚至是直接销毁。若到3月12日为止，苏丹红相关的违规产品总共下架加封存20万5000外公斤。记者综合报道。一张1万块的元台湾价值高息 ETF009400最近是正热，民众大概是3钱买买。针对这款的现象，元台投信发出声明，强调投资人要爱注意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金管会也拍算要出手管制咯。小资族上美理财，不少人会选择 ETF 当作投资的目标。像这个最近一张只要1万的元台湾价值高利息 ETF009400，还未正式就此的造成轰动。在一开始申购了后，有官商的机器防部甲股中短2天已经募集8000亿。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看好这一支，所以才会有这个 all in。都是因为超价低限度会当接手，佮结合巴菲特选股逻辑价值投资，加上大个月配息设计，意外引起大家抢咧买。对此，元台投信发布声明，告澄清，提醒投资人应该充分了解产品特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妥善规划个人财务决策。也毋过，玉山证券的开出第一枪，决定停止申购。据我所知，很多中南部甚至有很多阿公阿嬷，他们就解定存，讲这利息偌济，我嘛要夹。民众申购的这些人，他的配息，我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本金的部分能不能持续的增长，就要看后续股市的变化。分析师表示，以往 ETF 募集规模拢是落伫5-60亿，因过今年这波因为全球股市甲 AI 带动的行情加价，和3月过冬 ETF 销售有好成绩。面对台湾 ETF 规模短1年增加超过 1.5兆，金管会也要出手降温，多方面加强监理。年前佫开始增订强化投信事业甲基金销售机构管理甲网庆广告行为自律规范等。尤其那个业者要去充分揭露配息的来源的一个分配方式，他是跟某某投信公司合作，去要求说网红也要把这些资讯都抛出来。台北股市早盘也阁创下20112点新冠纪录，也阁攻破2万点了后，宣布企稳。虽然台积电、鸿海加中电族群逆势减盘，加权指数由原翻乌，将以19928点做收，小起13点，先高金价5382亿。台积电虽然开关价低，也阁表现犹原出色，将起1.17%，收伫779块。记者综合报道。电价审计工作小组会议对昨开始连续开会4天，针对电池起价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是还未定案，不过会考虑到民生甲物价问题。另外，工商协进会也讲 AI 产业用电会用较凶，呼吁政府就要定较案例。经济部自10日开始连续4天开电价审计工作小组会议。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拢也未定案，也搁等待电价审计委员会讨论。不过，展望2024年 AI 产业是大趋势，就惊讲会真济正电的灌收。工商协进会希望政府爱正视 AI 用电的问题，考虑未来电力配置要安怎调整。那像这个 OpenAI 他们在做训练的阶段，因为资料量非常的大，然后需要运算的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确实用电非常大。那台湾的部分比较偏向后端，相对上是量体是比较少的。世界电价是毋是要起，平均会起偌济？民众甲企业拢真关心。要立委呼吁，唔通伫咧年底进前，连30年拢无调起的水钱也要底起。尽量伫今年年底卖起水价，会使袂？谢谢委员建议，对。我们会把委员的建议这个你可以努力吗？这方面可以努力，这是避免物价整个带上来嘛。是物价上涨就跟那个变了心的女朋友就回不来啊。台水补偿说明讲，今年也无要调起水费，但是有立委认为，工业用电要起，民生用电也要起，对一般民众来讲，等于是相同调起。如果
果你已经涨工业电价，其实就会影响到民生的这个就是消费者的指数了。那未来如果再涨民生电价，那就是等于对他们来讲就是双重涨价。王美花表示，经济部会优先争取政府补助，但是补助金额偌济也未定案。行政院也伫咧试算，严格会加照顾民生、平稳物价等因素拢纳入考虑，尽量将调起的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进行通过修正草案，较小型违规卖记点也无开放予民众检举。台北市交通安全促进会针对这项问题开座谈会，要听这交通学者意见。学者拢认为讲袂当用这罚金的济少来分罪行的轻重，应该爱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违规样态甲事故的牵连性。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这草案入去立法院审查，伊会参与公听会做伙来讨论。过路人行伫个斑马线，错互倒外的轿车拄好弄着，人互弄一个倒伫涂骹，好在伤势无严重。后壁伊含驾驶互相留联络方式，就离开现场。搁发生无让过路人的事故，行政零启蒙推动联盟这一天才开会，讨论3月17日快闪活动，呼吁政府重视道安，佮讲一定要挡限缩民众检举含放宽记点的新制度。快闪活动就办伫有伤妹妹红龙的路口，为着你家己，为着你的厝内底的人，为着你亲情朋友，为着你的好朋友，为着你上爱的人，大家勇敢站出来，互交通部、互行政院知影人民对这个线索是一个足不满的。未做无记点含限缩检举，除了引起路权团体不满，特别是交通安全促进会伫12座谈会问学界意见的时阵，内学者拢认为讲修法伤老草，尤其用罚款的金额定义未做无科学根据，应该改用偌集违规严重度和可控性分析来定义。违规的行为跟事故之间的连结分析啊，我们是觉得应该有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方式，去把一些所谓的违罪啊，把它排除。大家不觉得这样是好的方式。学者嘛建议讲，交通安全是下部会的议题，包括内政部主管的车道环境、交通部决定的违规记点制度，嘛建议对违规者纳入保险加钱的机制，找经管会协商，希望伫草案上的会议进行完成。道安跟民怨中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哈，我希望说。这个平衡点是大家有共识的哈，所以我想说，接下来的这个公听会啊，我也会参加，然后我们听大家各界的声音。交通部长王国材讲，行政院修法的版本送去立法院，已经有委员计划要办公听会，欢迎专家学者、民间团体拢来参加，伊嘛亲身参加讨论，希望伫车道环境改善进程会当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进前的过车路防弄到的这个中华新港三只地啊，这大只小妹是比较较严重，经过3礼拜抢救，目前是有好消息。中华秀团病院表示讲，早起家属和大姐讲话，伊的目睭会当捏来做回应，表示状况是愈来愈好。也若讲到这小妹呢，混迷指数也是3，继续伫咧抢救当中。医疗团队来到细但这个细汉姐姐面床边心情是真好，因为这个细汉姐姐已经醒过来啊。你只要听得懂，就眼睛眨2下来，一下一下，很棒哦，很棒哈。够了，嘿，这样可以了哈。10岁姐姐唔但会当照医师的指示，甲目睭捏一个捏一个，佮会当捏目睭表达意思，医师嘛测伊的反射反应，嘛是同款拢有进步啊。好，有没有？他指头有起来哈。这就是一些反射动作哈，有动作代表是一些肩部的啊，这边比较差，这边就比较不明显。哎，也有哦，对，也有。对安尼结果，医疗团队是用奇迹来形容。顶个月2日，中华新港的细但的3个基地啊，伫青港乡的建国路和美港公路口，互一个74岁无照驾驶的细小的老人塞车弄着，2个姊妹也是受重伤，有性命危险。经过要3礼拜的抢救，医疗团队和基地的高部13早起去探视，这总算醒啊。他可以正确的执行，就可以确定他是完全清醒的。目前干细胞已经做了第1剂哈，未来还有3剂的治疗，那是针对脑部的损伤。另外，人伫中期救治的妹妹病院讲，目前性命的定向渐渐稳定，血压计和胸坎讲拢已经提掉，但速度来的重点，就伫要安怎家己的神经重建，给予适当的高氧治疗，也评估后续神经再生疗法的治疗可能。赶快怎么样？好起来。赶快好起来。还有呢？赶快回来跟我上课。
迄当中敢若受到轻伤的丹拿迪亚家属讲，为着安全，即马拢是厝内人接送伊上课下课。这个意外发生了后，针对车祸的路口，公路总局几摆去会勘，改善行程线、闭合道和挖角人行道这设施，并且嘛随核定美港公路的高架化工程，而且承诺国经费中央全部拢会纳钱。但家属讲，上希望的就是两姊妹较紧来脱离性命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伫高雄林园有一个果子园内面，民众发现讲有查甫婴仔的尸体。初步了解，应该是平伫遮无到1天时间，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当咧追查咯。感谢警官来回采集，将果子园用封锁线围起来。这个位伫林园区的清水干路山坡地，固定有农民栽种作物。早起煞有人发现果子园内底出现一颗黑色的塑胶袋仔，拍开一看，发现是身上还佫留有栽大的查某婴仔，人已经明显死亡。拢甩啊远啊吼！哦，啊，遮附近敢有人惊打较少吼？足少。遮拢去大拢遮去到清水园啊，拢无也干好甩啊。拄出事的查某婴仔防气死伫现场研判出城，无到1天。因为民众讲，附近的人真少，山坡地也无敢失去，是熟悉当地地形的人所做的，也是随机弹条。警方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根据了解，查某婴仔防弹条的4颗危机时，采集到可疑的卡印，也发现一颗艋舺的袋仔。你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然后留有脐带，它是有身上包裹起来吗？还是怎么样？哎，没有，就直接赤裸裸的，只有黑色塑胶袋。查某婴仔防弹条的山坡地无敢失去，警方转去调掘路口敢失去，希望找到一寡线索。听讲查某婴仔的爸母可能是外籍人士，警方表示也咧过路可疑的人车，还未锁定特定对象，但过无排除任何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个富人人进前赛车去载伊的查某囝，车才拄停好势尔，就规个身躯被挤力爬袂起来。加在这查某囝呢，到化店家来斗3工，才赶紧甲妈妈送到病院。医生表示讲，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较大，搁再加上无食物件，才会熊黑暗去。一个富人人规身躯无力，坐伫咧驾驶座，警察赶紧甲状况讲互救护人员知。小姐没有胸闷，然后突然晕眩。救护车随甲这个姓区的富人人送病院，也车顶2个查某囡仔带一下，警察赶紧按打了后，甲因带回去警察局。温馨的画面，好温馨的，我也好想要女儿来坐。原来主动是这个女性载2个拄下课的查某囝，当要买点心来食，毋过车只外边啊，姓区的女性就无力，甚至头晕。2个查某囝随化救人，四边的店头家嘛协助报警察，才下府救这个富人人。小朋友有拿手机报警，只是他没有办法说出他妈妈的在哪个地方了。我们只是告诉救护车说那个地址在哪边。一方面，请这个救护人员把他送往医院来做救治。那另一方面通知家属医生表示讲，最近温差大，毋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族群，嘛爱提高警觉。若是讲腰过肌或是食食无正常的族群，嘛可以造成血压、甲血糖上过头家。主要就是会倦怠啦，肌肉酸痛，或者是全身抽搐，或者是肢体无力，甚至是会晕厥。这一种的话，有时候厉害的话会导致心律不整，而有一些生命的危险。医生佫讲，毋若爱穿乌烧，食食爱正常。若发觉讲有头晕、无力的状况，必要的时阵会当啉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若是无较好，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台中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中国河北的燕郊镇一间卖鸡肉钱的店家，今早起可能是这假事泄露出来，所造成爆炸，4层楼的规栋厝就安尼生规的放落来。根据到中国媒体报道，上无有1个人死亡，22人受伤。哇，楼炸了！响响爆炸声音，互赛车人行一条，甚至不出真大火球。中国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文化大厦路口一间煎鸡肉店，13早起接近8点，疑似加速外泄造成起爆，规栋4层楼的建筑拢放落去，大量残骸喷出来。因为多是上班时间，真侪车拢扫到风台尾，其中一段影片佫发现有一个富人人互落落的物件降倒在地，为驾驶是直接汽车逃走。影响特别大，
再过来消防就来了，那火也特别大。我在家，然后正睡着觉呢，不是找工作嘛，然后没找工作，在家躺然后呢听见个门响，然后窗摇晃，然后我以为是地震了呢，然后来到看是爆炸了。代志发生地点外学校，当局马上派36台消防车甲154个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火势了后也得到控制。其他有关工作依然在进行当中。根据当地消防局初步统计，有至少22人受伤，1人死亡。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救援处置。截至发稿时，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22人受伤。不过，这几个月中国发生连续严重事故，3月到即马，安徽陕西河北等地连续发生工厂加矿坑爆炸事故，伤亡无清楚。法新社报道，中国因为安全标准加令，甲执法不力，常常发生爆炸等工安事故。虽然中国领导高层承诺要促进场所安全工作，不过目前看起来无什么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亡原因，大家拢伫咧摇，而且伊死无偌久，纳瓦尼进前的幕僚长福科夫就去防攻击。福科夫拜二伫咧立陶宛的徛街外口，互人用钢推啊攻击，讲甲规身躯是全伤。受人攻击进前，伊则甲媒体讲，纳瓦尼的死绝对和普廷有牵连。Because we know that Putin does not only kill people inside Russia, he also kills people outside Russia. 会车讲完无偌久就加做受害者，俄罗斯已经过身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亲密盟友福科夫，甚至传出和不明人士用钢铁攻击，身体真侪所在受伤。纳瓦尼反映伫网络指出，福科夫拜日暗时伫立陶宛徛街外口，互人讲破车窗，喷出去gas了后，再去就互人用钢推拍，头骹拢受伤，已经送去治疗。就伫伊受攻击进前，才接受路透社专访，控诉纳瓦尼雄雄死亡，甲俄罗斯总统普廷有真大关系。Historically, Putin is weak because his regime is not based on institutions, on any like solid base. Putin's legacy will be very bad. 福科夫是纳瓦尼长期的支持者，我做伊的幕僚长，也捌做纳瓦尼创立的反贪腐基金会主席。同款因为真侪摆批评普廷，加做莫斯科当局眼中钉，则因为政治打压都去国外。立陶宛外交部知影福科夫互人攻击了后，表示真着惊，强调做这代志的人一定要为犯罪行为付出代价。警方咧追查凶手，目前也唔知影嫌犯的身份甲动机，是毋是甲俄国政府有关系？公司新闻齐婉玲评论。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针对拜登秘密文件案的特检报告，团特别检察官赫尔来自4点外钟的听证会。拜登的年龄和记忆煞变作是2档期间，议员呢特别甲伊问话焦点。My assessment in the report about the relevance of the president's memory was necessary and accurate and fair.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赫尔昨日出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拜登文件问的特检报告所举行的听证会，赫尔完成宣誓，一坐定开喙就说明伊的工作是要判断拜登敢是调工保留，还是公布国防资讯。伊迄当时的记忆甲整体精神状态拢真重要，所以报告中才会出现善于记忆差的老人这句形容。也毋过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却将大概4点外钟的听证会变作总统大选。You understood when you made that decision, didn't you, Mr. Hur, that you would ignite a political firestorm with that language, didn't you? Congressman, politics played no part whatsoever in my investigative steps. But you understood nevertheless, didn't you, Mr. Hur? You cannot tell me you're so naive as to think your words would not have created a political firestorm. 民主党议员小连续质询的重点拢是赫尔关系拜登记忆的单位。真侪民主党人认为年纪是拜登上大弱点，不利于竞选连任。那共和党议员是质询赫尔，安怎无起诉拜登？川普煞去互起诉啊 ？Biden and Trump should have been treated equally. They weren't, and that is the double standard that I think a lot of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I see. 赫尔指出，川普的物件见效台会互起诉，是伫伊毋若长几啊个月，其责几项物件也搁甲他人消费证据各讲白贼，妨碍司法公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副总统赖清德今日接见美国华府的学者代表团，赖清德强调上任以后会继续维护台海和平，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另外一方面，未来副总统萧美琴人也去到华府了，有媒体报道讲，可能是要和拜登政府的官员讨论到施政的方向。准总统赖清德13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包含老朋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兰仪、加前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祖强等人。赖清德表示，虽然面临中国威胁，不过选举结果显示，大部分台湾人坚定捍卫台湾民主。上任了后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也期待能继续得到美国支持。我5月20号就会跟美琴上任。那我们的重要工作在政治上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然后带来印太的和平跟稳定。赖清德特别强调，甲萧美琴会共同领导国家，不过接见时阵煞无看到萧美琴。路透社报道指出，台美官员低调证实。准副总统萧美琴已经到美国，这礼拜咧进行私人行程，包含整理留伫美国的个人物品。华尔街日报是指出，萧美琴有会见美方的官员的计划，会甲拜登政府官员参详台湾新政府施政理念。佮规划伫华府了后的行程，会继续用私人的身份访问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向美国表达一个明确的讯号了，就是他执政之后的这个台美关系、两岸政策跟对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会延续过去蔡英文政府时期的政策，尤其是维持所谓的现状。萧美琴这段美国行程正保密，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也是表达强烈反对，强调不应该甲美国官员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过美国国会议员正支持台湾，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了后，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和党籍共同主席巴尔13也表示，会来台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典礼，表达对台湾重视和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进前，这中国渔船并船案件双方超15届拢无结果，中国就批评咱台湾的是台湾唔知检讨，要求爱赶紧公布事实。但是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就表示，执法过程无录影，针对这点确实是爱核实的。也若讲到抚慰金领遗体部分，也会赶紧来讲核实。我要再度在这里表达非常高度的不舍跟高度的遗憾跟高度的哀悼。中国快艇并船2死案争议无法度结束，海委会主委关碧玲13搁一摆向家属会施礼，表达哀伤甲遗憾，因为第一阶段协商15摆无共识，中国国台办要求量早公布真相。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来拖延问题解决，民进党当局只有正视问题、端正态度，断船事件的善后协商才能重启。针对双方有高度共识的部分，关碧玲表示，包括抚慰金、遗体领回，毋望尽速做人道抚慰。若无法度达成共识的真相救济，有待司法厘清。立委观测，什么时阵会当进入后一阶段协商？你希望赶快谈的意思咯？人道优先的部分重新谈判。那近的海域发生有中国渔船越界，苗栗外海6海里，也互看到有中国大型的渔船落入，所以因为风景大，无看到咱国海巡站第一时间管理，改用专程监控。关碧玲解释，有调派大型的船舰处理，也毋过有其他的处理人物在先赶去现场的时阵。中国渔船已经离开，根据统计，今年已经赶离349架越界渔船。隔天他往北航行到大潭外海，隔天是不是？是由桃园舰拦下来驱离1艘，其中2艘脱手离开了。针对于海巡执法量能敢是不足，关碧玲表示，今年有计交船29架新舰，也争取90亿预算维修现有的船舰，继续修复海域。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潘新团今早起呢，伫咧家己经营的护理之家大门口，互两个青训人举棍仔拍。潘新团较无严重，不过伊的司机呢是头壳受伤送病院。这两个嫌犯也主动向警方投案，其中一个有殴打背景，也不过因的犯案动机，警方也搁伫咧追查。护理之家门口口的电动栅栏规个变形，边仔轿车的挡风玻璃嘛，互喊出一个真大的笔碰。这个意外是发生伫13早起9点外，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潘新团含司机当要坐车出去的时阵，忽然间两个无熟识的查某人摕棍仔过来，看到因就拍。潘新团无明显的伤，但司机的头红拍着伤，送病院去治疗。两个年轻人过来了，莫名其妙。就是看我一直伫遐咧打就要甲我拍。因为案发的地点就伫潘新团因家己经营的永春护理之家的门口，真敏感。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调查发现讲，这两个涉案的查甫人驶车到现场了后，一个提巴达开始讲车，另外一个是含现场的员工在相拍。两个人伫作案了后随人讲。目前本分局已查获该2名歹徒到案。积极厘清犯案动机。对方拍这件代志，潘新团是定低调，讲无熟悉两个嫌犯。涉案的两个嫌犯，伫早起10点外已经向警方来投案，其中一个人有帮派背景，警方当深入调查，厘清犯案动机。记者综合报道。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咱人的观念也对咧改变。讲到这空气品质，咱是愈来愈重视。咱的政府单位环境部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合作的空气品质实验计划，科学研究飞行机 DC-8今早起对韩国起飞，成功执行这空气品质的观测。飞到台南嘉义机场的时阵，搁再降低到15公尺。另外一只 G3是对菲律宾出发，飞行高度是8600公尺的高度巡航，执行第3届观测空气污染物的变化。飞行机架空飞过屏东市区的顶端，民众只要抬头就会当看到。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科研飞行机 DC-8 13搁一摆来台湾。伫屏东的真侪所在，都会当看到 DC-8出现伫屏东的空中，执行空品观测任务。环境部和 NASA 合作测海计划，高频3D 空品实验，派出2架科研飞行机 DC-8和 G3，顶个月15第一摆飞去台湾，执行4点钟的空品观测。原定2月28过来台湾，但是 DC-8飞行机因为引擎过热出问题，取消任务，跟他 G3来。DC-8经过换引擎，执行真侪摆的试飞了后，这摆对南韩起飞，先架空飞过华东的顶悬，伫台南和高屏地区高度维持610公尺的架飞，伫台南嘉义机场飞行高度是降到15公尺。特别大家代表来观测空污的变化。另外，G3是对菲律宾来起飞，伫台湾西南部的空中做空品的观测，维持8600公尺高度巡航。那这次跟过去2次的任务其实是一样，只要是来监测空气相关的资料。针对 NASA 飞航合作高频3D 空品的实验，气象署、民航局、航空气象联队、各地方的环保局、各大外20间的学研单位、45个教授、学者等等来合作，超过200个人48点钟拢无当地观测。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在这个季节来讲，还是南部、中南部容易有空气品质不良的状况发生，我们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资料。环境部讲，持续争取 NASA 科研机再搁到台湾协助监测，这观测资料会做解析高屏地区空气污染的成因，精进台湾空气污染的治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人身躯顶的油脂只有2粒，偏偏现代人食的物件是有够咸，才会让咱的2粒油脂变甲遐尔的甜。也讲到今年3月第2个拜四是世界油脂日，根据着健保署的资料统计，台湾有12%的民众有慢性的油脂病，食油脂的人口要到9万人，排世界头名。医生就表示讲，糖尿病、高血压等等，拢是治着油脂病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检查，才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民众一日一日排队，等要检查血糖、血压等等。今年3月的第2个礼拜四是世界油脂日，卫福部中华病院提早举办卫教活动，提醒民众爱定期检查身体。咱健保都有足好的这个健康检查吼，咱足简单的健康检查，基本上咱初步油脂的功能就当看会出来啊。10002年的时候发现
指数49%呢。咱若反映身体无好、药剂无好，就是要配合医生。咱药剂食咸嘛唔好，止痛药嘛唔好，对伊讲吼，绝对袂用食偏远的。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统计，台湾大约有12%的人有腰子病，所以腰子的人口将近9万人，排世界头名。嘛因为腰子病无明显的症头，不少人发现的时阵拢已经上班了。医师提醒讲，高风险族群要特别注意。有一寡是有家族史，阮爸爸妈妈、阮阿公阿嬷，另外当然我们讲说成人有一些三高的族群，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当然对腰子来讲有一寡痛风，有一寡结石，这嘛有可能会伤到腰子医师表示，现代人因为食习惯的关系，亲像较重口味、接加工食品等等，互国内腰子病患者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呼吁民众爱定期做健康检查，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治疗效果嘛会较好。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你的健康。进前有研究经过讲，这帕金森氏症是目前病例增加上快速的疾病。按照到2040年，全世界会有11200万人去治疗这帕金森氏症。即马上届新的研究，佮再讲，会去治疗帕金森氏症，可能和14种的农药有牵连。骹手一直拖甲动作障碍是帕金森氏症患者的主要症状。疾病起因是人体脑部物质组织多巴胺神经细胞退化所造成的。得病了后，体内无法度去制造多巴胺，造成病患运动障碍。医学界到今也无法度确认帕金森氏症的成因。那4月份特别伫美国神经学会2024年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特定种类农药可能对大脑神经元造成帕金森氏症的产生。研究人员分析2100多万份的医疗保险数据，发现有14种农药甲美国路基山脉甲北美大平原地区得到帕金森氏症的风险提悬有所关联。其中有草莓症、灵丹甲草脱症等3种农药的致病关联性上界强烈。目前后边甲英国禁用这3种农药。这份报告还未经过审查，也毋过已经提供医疗界甲研究人员新的研究方向。2018年国际研究就指出，帕金森氏症是目前病患增加上紧的疾病之一。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针对帕金森氏患者出现幻觉的病症，研发出检测工具，试验将2支机器手骨放伫帕金森氏患者的头前甲后壁，后壁的机器手骨营造存在幻觉，也就是身躯后壁亲像有人的效果。受试者透过虚拟实景检查看荧幕的图片，回答看到几个人，照出会当检测受试者敢是有认知失体风险。They ov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they see on a picture which is flashed on their screen. 这项研究检测170名帕金森氏患者，有69人出现幻觉的症状。研究也发现有存在幻觉的病患，佮较会将图片内底的人数算较侪。As there are no therapies for cognitive decline in dementia at the moment, you have to start the therapy very early. 研究这个团队也佮开发线定版本，希望会当收集佮较侪实验样本数，来知影帕金森氏症的奥秘。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讲到228，无应该是一个放假日子，应该是要互咱现代人学到历史的假史。伫咧228事件当中，互国民党政府请过的律师唐德宗到今也过身77年啊。唐德宗纪念协会举办对事纪念活动，也伫咧唐德宗纪念公园内面设台南头一个不羁遗址的标示。特别是唐德宗老爸出事的所在，日本乌托市的市长也带团来遮感念唐德宗。协会也希望讲有更较侪人来了解这段历史。台南头一个由国家人权博物馆设的不羁遗址标示，即阵设点台南市中心的唐德宗纪念公园，顶头写着：“若一定要有罪人，若安尼我一个就有够啊！”这是唐德宗的遗言。3月13是唐德宗历史过身77周年，协会办追思纪念会，头摆有日本的市长到场来献花，嘛有真侪民众特别来感念伊守护台湾伟大的精神。为着真侪少年朋友挺身而出，牺牲家己。这种的精神是
不管是伫什么时代，拢是咱台湾人上最需要的。捌有朋友甲我讲228是骗人的，我心内足愤慨的。已经参加这场是第3场啊，希望大家让知影228的事件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余土是是同这种的爸爸的板井得奖吼，伊出事的所在吼，而且板井家的家族吼，知影这个代志了，真积极要来参与吼，啊，将伊伫今年吼来这个带40人的团体做伙来参加。唐铁匠伫228日时维护台南的治安，被手煞互人以叛乱罪甲枪杀，即阵也是真侪人讲袂出这段历史。现场发表看见唐铁匠新册，毛队演宣布找找唐铁匠电影，这个月15连年要播送的消息，通互众人看到唐铁匠的勇气甲坚持正义的心。每一课咱拢伫写历史，咱敢会使记起唐铁匠跟老爸这个历史教训。如果还有下一次，台湾人应该怎么样决定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最想让大家知道。为了把人权教育向下定根，市府串联参唐铁匠相关的人权历史场址，拢总设6个正义甲勇气之路的标示牌，提供大家走读历史场景，也希望大家听识民主自由的价值。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法务部的人权教育计划即摆参长美分歌戏团来合作，用台语伴歌戏讲人权两公约、转型正义等等的人权议题。你为着别人的权利，你去替因争取，结果你看你即摆下场，安尼敢真正有价值？真有正义感的主角金元宝发表誓，互官府强迫离开家园，勇敢站出来发声，维护人权，说害家己有规矩。法务部的人权教育计划，即摆参长美分歌戏团合作，推出戏出毛壁鬼，用台语甲本土传统歌戏来讲现代的人权议题。互足侪老大人、士大人啊，甲囡仔，大家都会当来欣赏，不但会当了解到咱人权的意义。嘛会当看到咱足优雅的这个台湾的歌戏。长美分表示，用台湾传统文化来讲人权两公约、转型正义这的人权议题，通提高民众对这款议题的接受程度。长美分歌戏团这几年也一直创新，用传统歌戏来讲亲像同性婚姻、性别平等这款现代诗。阮的这个座右铭吼，就是这个新传统创新剧。伫咧旧年的这个《明游记》帝王之宴，伫咧帝王之宴内面，咱讲的其实就是男女平权的问题嘛，或者是搁较进前的这个英语母语内面，迄当阵这个法令还未通过，其实阮就讲到同婚的问题。毛壁鬼3月23、24伫台湾戏剧中心免费演出，3月初开放领票，就随互民众抢了了。法务部表示，因会甲表演录影透过网络来放送，也会参长美分歌戏团讨论巡演计划，互更较侪民众看到。记者郭社桂林台北报道。新德加格邀请国宝级的立雷电师傅去新德加格教受刑人安怎做立雷电的技术品，而且佫举办一场遵照鼓励拜师仪式，互新德加格内面的学员拜师学传统工艺。蔡瑜老师，依照鼓励向老师献芹菜、献红豆，代表会骨力勤俭。新德加格为着互受刑人有机会学传统工艺。邀请国宝级雷电师傅陈虎强去新德加格上课，来透过实际去做，甲学员雷电工艺。经过一冬的时间，遵照鼓励举办拜师仪式，和新德加格内底学员正式拜师。在这过程中，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想要做出一个完美的作品，除了步骤不能马虎以外，更必须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去精雕细琢每一道工序。以及要有不放弃的精神，才有可能做出这些作品。新德加格内底受刑人有人经过一冬的学习，即马已经会当做出手工幼路的雷电艺术品。有这个机会，你们呢就要好好的学啊，然后有问题就要问，不然你不问，人家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啊，然后呢，我学我给你一个保证，就是一日来学，终身保护。他可以去学习一些传统的技艺。那目前在传统的这些技艺啊，在外面学习的人不是太多，
那我们可以用授权人他很长的刑期在里面，那这些传统的工艺师进来教授他们。那当然也是把这些社会上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啊，能够在监狱保留跟生根。对完全未晓到即马愈做愈熟手，一年时间竟然有一款成果。雷电工艺就是把雷克放在一寡家具用品顶悬。在2019年，和新北市文化局指定登录做在地传统工艺无形文化资产。感觉表示，即马学传统技艺的人愈来愈少，希望感觉袂当成做基地。来传承传统工艺。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个棒球大港雄鹰伫咧去年底成立球队，也若讲到这个球队的主场大碧湖棒球场正咧整修，高雄另外一座球场立德棒球场也伫咧修复。不过最近有居民反映讲，这球场的4颗连凳是真垃圾，甚至钢筋生鏽，根本就无亲像特别完工的型。烦恼讲这工程会搁再拖落去。经发局表示讲，立德棒球场按算5月完工，未来会成做职业二军球员的培训场地。来到立德棒球场，外口停几台工程车，棒球场内面的钢筋拢生鏽啊，壁底嘛有足侪壁损。立德棒球场一共50几年的历史，当年拢在整修。市府伫去年10月又搁进行修复工程。民众表示，过去捌入去看球赛，毋望未来棒球场会当加办活动，若是无好好运用，是真可惜。足久就有啊，我细汉的时阵，读高中的时阵，就有即个棒球场啊，啊是捌入去看比赛看一遍。吼，伊即几冬来拢无啥物活动，住咧遮附近尔，还是感觉讲遮若有发展迄棒球场是足好的安尼。其实立德棒球场伫日本时期就有，是高雄第一座棒球场。过去因为设备伤旧，无符合规定，落尾无办比赛，就渐渐稀微。干来提供学校的棒球队来训练。去年底职棒大港雄鹰成军是以高雄为主场。高雄市棒球委员会主委表示，这若是作为培训二军球员也袂歹，毋望未来会使继续办国际赛事。国军球员的培训是好的啊，是加分的啊，因为因为是以前无场地通好互咱二军的一寡选手来培啊。内外野草皮的部分，还有防撞垫，包含室内空间的空调，也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改善范围内。高雄顶青湖的棒球场4月就要整修完成。文化局表示，立德棒球场整修的工程按算5月嘛会完工。未来正做3级棒球、社区棒球的训练，也提供二军球员的培训。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对拜四开始呢，一波较大冷的空气会减弱，湿度会略略增加。各地头依然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干那东半部也有西半部的山区较会落尽雨。也那日时气温有较回升，不过早暗的时阵又然较凉冷，提醒民众就要加脱领衫。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2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0度到21度，也个未来3港气象。在新闻之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